好來繼續來看台中大甲媽保庇軟的路跑活動正式來起鼓，今年佫增加3公里的健走組。民眾為廟口出發，沿大甲街路開始走，嘛宣告一年一擺大甲媽保庇軟走標活動正式起鼓。今年佫一擺新增加3公里健走組，好無共年齡層的民眾攏會當同齊參與。3K 的那個路跑，然後是那個跟小朋友一起這樣子。這大甲媽保庇軟的走標活動，逐年攏寫真濟民眾報名參加。經過攏是佇早起時啊開始走，今年廟方改做下晡2點半開始舉辦。日頭尾嘛，互賽事增加淡薄仔挑戰的難度。之前都是一大早就參加的，不過還好啦，今天還是有風吹來，還蠻涼爽的。來參加的人愈來愈多人吼，所以希望講這款的這好的活動呢，每一年繼續來辦。廟方希望透過走標活動，希望為大甲媽溫情了敬進香，提早來做暖心。Hello， 我是蔣新梅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